讲台语祝福你，台湾母语联盟甲全国各行各业的点头相招，同齐来推动讲台湾母语运动，包括原住民语、客语、台语。若是看到点头打有讲台语祝福你的海报，入去交关就有好康的哦。那是啥物好康的？来，你就知哦。紧来去，紧来去！稍等的啦，等你是要去倒啦？来去找点头有打讲台语祝福你的点头啊！要参加的点头，请卡0953-878-179，台湾母语联盟秘书长李小姐。